來看這南投山濟地又閣闊，這民眾呢較罕得行到的所在是搶在互人來偷盜糞掃的。環保局即馬是啟用科技執法，佇個10大較高互人拼糞掃的所在，來到24點鐘的監控系統，對去年到今已經抓到34件，以上偵辦的也有4件。這是南投關民間鄉一個偏僻的橋腳，常常有人會來這偷盜糞掃，或者變啊足狹窄。有民眾指出，進前淹大水的時陣，閣捌看過水甲糞掃攏衝出來，搞頂懸真正濟糞掃。糞掃流到安尼，你看，起碼流規堆下邊也較嚴重。大水衝下來那一次很嚴重，然後就有一些垃圾。我感覺是一定袂使哩啊，安尼等下開始去踢哩啊，垃圾啊，對無？袂使安尼啊。南投因為山較濟，地較闊，真濟民眾一罕得行大的所在，定咧互人偷盜糞掃。變做小型的糞掃場，所以環保局啟用科技執法，10個地點偏僻，佮互人拼糞掃的所在，到24點鐘監控的系統，對去年到今年的5月，攏總抓到34件，除了開罰單，以上偵辦嘛有4件，明顯提高執法的效率。阮用科技的方法，小可攏有錄到真濟民眾去遐偷盜。一屆的罰金攏是1200塊至6000塊，是情節重大的，刑責是1年以上5年以下，罰款是會用到15,000萬以下的罰金哦。環保局呼籲民眾也是業者，唔通違法生活糞掃，愛當起糞掃車。業者的事業廢棄物，愛委託合法的廢棄物處理業者，唔通貪一時的方便，互人罰錢，甚至可能吃官司。記者陳秀蘭報道。